异乡的草坪头，沿路拢会使看到山樱花已经开有5成，樱花加上地园和山头景色真水，即马就吸引真侪民众来翕相。草莓头这边的花是山樱山樱花，还有那个合金樱然后现在的那个垂樱也现在也在开了。今伫报道当中会使看到奇水樱已经开花，加上拄开的梨花，农民嘛讲梨花过10天就会开始大开，过年期间会开甲上水，欢迎民众到时阵来看花。我们现在梨花大约现在开的是2成左右，大约在10天左右它会盛开。有专业的园艺，感觉有专门打理过，然后特别是有配合这些凳子椅子，就是很享受生活。即马到后礼拜，主要会开山樱花，阁有8种樱，在地居民欢迎民众做好防疫措施来看花。